當你以為科技巨頭個個都係環保先鋒，點知佢哋為咗 AI 數據中心嘅電力，可以即刻反口，將成個地球嘅再生能源承諾當廁紙咁掉咗佢。Meta 即係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嘅老豆，啱啱正式退出咗全球企業再生能源倡議 R100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而家要出錢起一堆新嘅天然氣發電廠，專門餵飽自己啲 AI 數據中心。呢個轉變就好似一個日日喺 IG 晒自己素食環保餐嘅 call， 俾人影到半夜偷偷去食全牛宴放題一樣，虛偽到爆。官方梗係有藉口啦，話 AI 發展太快，再生能源跟唔上需求喎。講呢啲，你當初加入 R100 簽名嗰陣，冇諗過自己啲 AI 會食電㗎？根本係規劃失誤同短視。佢哋呢個 AI 優先，地球行開嘅邏輯，就好似為咗整塊步跑車，可以將成個油站嘅油倒落海咁浪費同不負責任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連 Meta 呢啲市值幾萬億嘅公司，都可以為咗慳錢同方便，咁輕易就背棄對可持續發展嘅基本承諾，仲有咩企業信譽可言？根本係將全球減排目標當笑話。當所有支持佢哋嘅用戶同投資者係水魚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